Hello，歡迎收聽 Share Talk 心靈分享，我係 Charlemagne 沙利文。今集呢，我好想分享下感恩嘅力量，尤其是如果可能你都成日聽，或者甚至乎自己都試過，但係你覺得好似念口簧咁喎，好似茶洗面咁喎，冇咩 feel 喎嘅時候啊，呢一集可能都啱你聽。究竟我哋點樣先可以真係喺個心入邊，我哋能夠感受到嗰份感恩嘅力量，或者嗰份恩典呢？今集呢，我想分享下少少我自己嘅個人嘅經驗啦、體驗啦，咁樣希望將呢一份力量可以分享俾更多嘅朋友。好多朋友話吓，感恩，感恩今日有飯食。我感恩今日有衫着，感恩今日呼吸。好多朋友話我講多幾日，我就覺得好似茶洗面咁咯，都係咁咯，即係有啲念口簧咁咯。咁我自己覺得佢願意嘗試係好嘅，同時間有啲可惜，因為呢，其實感恩呢，如果你拆開呢兩個字呢，其實你可以話係一份叫做感謝或者係感受恩典嘅一份感覺或者過程嚟嘅。咁我哋點樣先可以真係感謝嗰份恩典或者感受到嗰份恩典呢？其實係學懂去打開個心，讓自己去感受，好緊要。即係舉例，當可能你飲杯水嘅時候，你話感恩呢杯水好乾淨。同下一次如果你想去體會下呢份感恩嘅感覺，我邀請你可以嘗試下。當你下一次攞起杯水嘅時候，你可以試下俾自己慢慢放慢深呼吸，去飲呢一啖水，然後喺心入邊多謝喺呢一啖乾淨嘅水背後默默付出嘅人、團體，多謝佢哋，多謝大自然嘅雨水，令到我哋有呢一啖水。甚至乎我哋亦都去為呢一啖水背後可能反映住喺同一個天空下，喺另一個世界嘅角度，另一個世界嘅國度嗰度，有啲人係受緊呢個旱災影響，係連一啖水，唔好話乾淨嘅水，係連一啖水都未必有。甚至乎乾淨嘅水對佢哋嚟講係奢侈品，所以邀請你下一次試下，當你攞起嗰啖水嘅時候，慢慢感受呢啖水俾你嘅滋養，俾你嘅滋潤，滋潤你嘅全身。同時間呢一啖水背後，多謝所有默默付出嘅人，然後亦都祝福喺其他地方可能受緊旱災或者係冇水飲嘅朋友，祝福佢哋，祝福佢哋能夠盡早跨越呢一個生命嘅難關。啱啱呢個係我自己真實嘅體驗。好多嘅朋友，甚至乎嗰啲嘅客人啦，佢體驗過之後，佢就會頓時間領會到咩叫做所謂嘅感恩。我自己真係比較鍾意用多謝，因為對我嚟講，我更加有感覺。其實咩字眼，我覺得唔係最重要咯，最重要係讓我哋人啦，我哋好容易喺繁忙嘅生活入邊呢。我哋好容易因為工作啦，或者係生活嘅瑣事啦，我哋嘅關注點好容易落咗喺我仲有啲乜嘢要處理啊，仲有啲乜嘢嘅問題啊。因為要處理問題，其實無論事無大小，其實總會有問題嘅，其實係可以嘅，係咪？即係總會有嘢要繼續處理嘅，即係永遠都要做，永遠都做唔完嘅。而係我哋嘅人腦都好得意嘅。當我哋習慣咗淨係不斷發現問題，或者我哋叫做 fault finding 發現錯誤或者 fault 嘅時候呢，我哋嘅人腦呢，好容易就會忘記咗去看見或者發現一啲我哋生命當中美好嘅事。其實我成日都覺得
美好同埋 thought 其實somehow 50-50，只係好多時我哋嘅焦點落咗喺問題或者係要處理嘅嘢嗰度，係咪睇唔到或者唔理呢？唔係，而係我哋盡量知道我哋人生活好容易有呢個模式呢個 pattern 嘅話，盡量喺我哋人腦入邊攞翻個平衡，亦都 train 翻我哋自己嘅注意力意識去睇。我以前呢都係一個經常淨係 fault finding 嘅人嚟，因為我哋讀書啦或者工作啦，其實somehow我哋都係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處理問題。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嘢嚟嘅，即係需要噶嘛，係咪一個好嘅能力、需要嘅能力嚟嘅 problem solving。同時間，如果經常係呢個 mode 嘅話呢，其實我哋嘅生活會好苦啊，好苦好苦。縱使我哋可能付出咗好多努力啦，但係你依然都未必會感受到生命當中嘅美好或者一點甜，甚至乎而家好鍾意啲人講嘅所謂小確幸啦。所以當你下次感恩或者嘗試去多謝啲嘢嘅時候，我邀請你可以慢慢俾自己深呼吸。真係當你去講緊多謝我今日仍然能夠有呼吸，多謝我今日仍然能夠因為有呼吸，所以我可以重新去選擇一啲嘅事情，甚至乎重新去創造一啲我想創造嘅嘢。甚至乎每一次我自己講多謝我今日仍然有呼吸嘅時候，我就會諗返起我曾經喺醫院嘅時候嗰種你只係知道只要我擁有返健康，離開呢個醫院，其實我仍然仲有好多可能性嘅嗰份經歷。我仍然感受到嗰份好簡單，原來就已經好值得多謝嘅嗰份感動。可能呢啲都係從經歷入邊中所帶畀我嘅體會。今日簡單嘅分享，希望能夠令多啲人去體會到感恩嘅力量，令到你哋記起返生命中美好、值得你記住嘅一啲嘅事情、回憶、感覺、感受，讓你更加有力量去繼續行你嘅人生，行你嘅路。今日喺結束之前，我想為我自己嘅生活去讓自己有一個感恩嘅時間。我願意分享呢個時間畀我嘅聽眾，因為係咯，我相信呢份力量係值得更加多人感受到，而係由心感受到，而唔係淨係念口簧。我希望係咯，更加多人感受到呢份力量帶畀你嘅感覺。我而家雙手點一點心口嘅位置，我畀自己尊重我嘅內心，然後深呼吸。我好多謝今日嘅天氣好靚好靚，我好多謝今日嘅自己一早起咗身，然後去送我個女、送我仔返學出門口，攬佢哋。好多謝喺我安頓好佢哋之後，我自己做咗一個簡單嘅 stretching， 去開始我嘅一日。好多謝之後，我亦都帶埋隻狗仔喺附近隨心咁散步，甚至乎來回踱步，去感受嗰份歲月嘅寧靜，歲月嘅美好。又好多謝我喺呢個散步嘅過程當中，對我人生亦都有一啲嘅啟發，一啲嘅智慧彈咗出嚟。好多謝我為我自己
做咗一啲咁重要嘅事情去展開我今日，令到我今日喺工作嘅部分都係內在係覺得平靜同埋滿足嘅。多謝，多謝，多謝上天嘅祝福，多謝上天眷顧住我嘅女，跨越一個又一個嘅難關。衷心希望上天可以保佑住我個女，讓佢更加健康，更加健康。多謝。今日嘅 Char Talk 心靈分享到呢度，我係 Charlene 沙利文。鍾意我哋嘅分享，歡迎分享畀更加多嘅朋友，讓更加多嘅朋友一齊去過一個更加自在、快樂、滿足嘅人生。下次再見，拜拜。